主后2025年12月14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经学专家时代的人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，尼米记12章第1节到26节。现代台语版圣经尼希米记第12章，下面是甲撒拉铁的囝所罗巴伯以及耶稣啊做伙转来的祭司甲利未人，西安雅、耶利米、以斯拉、阿玛尼亚、马洛、哈顿、西加尼、利宏、米利末、约多、滚顿、阿比亚、米亚民、马蒂亚、撇加、西玛雅、约亚利、亚大雅、撒罗、阿末、希利加、甲亚大雅，这人伫耶稣啊做大祭司的时，做祭司，搁做因亲族的领袖。利未人有耶稣啊、宾类、甲灭、是利比、犹大、马他尼。这个马他尼甲伊的同事负责俄勒感谢的诗歌。因的同事巴布加甲乌尼照班厝伫服侍的时，甲因徛相对。耶稣啊生约雅金，约雅金生以利亚实，以利亚实生耶和亚大，亚大生约拿单，约拿单生阿杜亚。伫约雅金做大祭司的时，祭司做族长的西安雅族有米拿雅，耶利米族有哈纳尼亚，以斯拉族有米苏兰，阿玛尼亚族有约哈兰，米利古族有约拿单，示巴尼族有约瑟，哈林族有阿底那，米拉约族有希利凯，约德族有撒加利亚，滚顿族有米苏兰，阿比亚族有谢基利，米拉民族有某人，摩阿底族有比勒泰，撇加族有沙摩阿，西玛雅族有约拿单，约雅利族有马丁乃，亚大雅族有乌西，撒勒族有加来，阿木族有希伯，希利加族有哈沙比亚，亚大雅族有纳坦业，以利亚实、耶和亚大、约哈兰、阿杜亚做大祭司的时，利未人的族长甲祭司拢有记名登录，一直到波斯皇帝大流士的时，利未人做族长的有记名伫历代的年鉴，记到以利亚实的孙约哈兰的时，利未人的族长哈沙比亚、是利比、耶稣啊、宾类甲加灭伫服侍的时，甲因的同事徛相对。利未人照上帝的仆人大笔的命令，一班一班轮流学了感谢上帝。马他尼、巴布加、俄巴底亚、米苏兰、达文、阿国固守城门边的仓库，因拢是伫约萨达的孙耶稣啊的囝约雅金的时，以及省长尼希米甲祭司经学教师以斯拉的时，当值。
经学专家时代的人。我伫大学读地球科学系，有一门课程爱去野外学化石。有一日，师生一行人早早就去学校集合，坐游览车要前往平龙县的树沟找化石。登龙时，同学拢真好奇，化石会伫倒位，以及着安怎才会通发现化石。抵达目的地，才知遐是一个山区农村。老师带阮绕过一户人的徛家，对后面落行行落去，沿路铺草、插树仔往溪谷进前。这明显毋是一条得互人行的路。若无老师伫头前开路，阮可能一无小心就会跋骹行袂好势。最后，阮到溪床，沿着溪流继续行。老师忽然压腰捡一块石头，讲：“这就是化石。”伊甲石头敲开，内面果然有一只母蟹仔化石。到当我犹原想袂通，老师是安怎看出迄粒石头仔是化石？当然，老师的功力真正毋是凊彩讲咧。以色列人重建圣城耶路撒冷，上重要的是信仰的重建。为着无要重蹈得罪上帝的福特，今后拢着照上帝心意敬拜，这是真重要。这拄好是安排祭司甲利未人住踮耶路撒冷的主要原因。今仔日的经文详细记载，甲所罗巴伯和大祭司耶稣仔做伙倒转来圣社的人，因毋是一般的人，是祭司和利未人。经文中特别指出，因是经学专家、祭司、以斯拉时代的人。这意味因受过优良的信仰教育，佮肩负执行圣殿礼仪甲教导真理的重任。因毋简单恢复大律王时期的学老方式，也宣读教导律法册。因受百姓期待，也受百姓尊重。因遮尔重要，致使因的名一直被记录伫圣经中。这个祭司和利未人的存在，互以色列人的信仰真侪动态延续的性命，毋是某一日会倒坏的建筑物。对这，咱看到神学教育的重要，也清楚教会为甚物需要传道人来教导圣经。教会需要透过良好的培育，互信徒传承纯正的信仰，免得重蹈古早人捌犯过的错误。教会若无注意信仰教育，将导致信徒无法度区分基督信仰甲民间宗教的差异，结果甲上帝当作民间神明来拜，祈祷无应验就离开上帝。捌听一寡牧者讲，神学无路用，做是因犹原教导信徒圣经，因的教导敢讲就毋是家己的神学，袂禁止互人怀疑即种神学无用论，是毋是想要建立家己解说圣经的权威？一个牧者若贬低其他的人的神学，家己却也高举某种特定的神学，这敢毋是真矛盾？检测咱该思考的是，基督徒着传承安怎样的信仰，学甚物款的神学？身为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一份子，咱减捌好好去了解长老教会的历史。咱是毋是认捌甲福音带来台湾的宣教师，和遐个努力传承信仰的教会前辈？咱
兼知影因的付出无？愿咱重视这个现代的利未人和祭司。默想，我认捌倒一寡长老教会的信仰前辈，也是宣教师，因的故事安怎感动我？我认捌倒一寡长老教会的信仰前辈，也是宣教师，因的故事安怎感动我？咱做伙来祈祷。主啊，愿你的神感动我，互我有重视信仰的心，愿意传承我所领受的教导，见证上帝恩典，奉主耶稣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